来看台师大因有文物保存中心，学生也会当实际训练修复文物的技术，而且有数十万件收藏品的故宫，也正需要这修复人才。今仔日双方呢，因有签订 MOU， 希望未来会当用开课的方式参与到实际修复，栽培到更较侪文物修复的人才。侪点状画囡仔甲修复文物的技师，当咧台师大美术馆展出，现场嘛通看到修复的工课。这是台师大美术馆办的文物修复展览，因强调文物修复的重要性，就是互历史通搁再呈现。嘛表示台师大文物保存中心，就是一个会使提供学生实际训练的基地。其实文物修复是一个对历史的尊重，我们希望找回或去发扬它的艺术价值，修复的现场带到美术馆，让群众可以去看到。其实他们的精神跟毅力，其实是应该获得嘉许。为着要培育修复人才，发挥专业，国立故宫博物院12月初3特别和台师大签订合作备忘录。故宫表示，虽然因有要70万件的收藏品，才敢拿16个修复师，仍日正暗。因希望透过和台师大的合作，未来也打算规划修复室，让学生实际操作，互相交流，来栽培文物修复的人才。它基本上它有一个文物保存、维护研究的发展中心。那这里呢，也有一些文物保存的一些学生的培育，加上台师大目前也成立文物保存相关的硕士跟博士班的课程规划，包括跟故宫的实务工作的，我们会多做融合、相互合作，把学术跟博物馆的实务呢。结合在一起。故宫强调，也会伫台师大合作开设文物研究的课程，希望透过人才交流，让文物修复这个专业技术会当有更较多元的发展机会，培育这类修复的人才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